打造库克船茶就点唔菜，而去海上目的地。佢比阿些时代库克船茶，全国嘅太极小巷，来到桃园嘅客家人口咩土千高嘅新木乡，唔知新木乡有乜嘅好料嘅呢？先陪阿些去市場，老乡親淡地一下啦。你好，你好，客家電視台庫克雙菜，我嚟祝賀呢位長太假設啦。我哋嘅新武鄉嘅永慶沙基法通中心哦，太假早，客家娘安早，早安，早。客家電視台嘅庫克雙菜，我嚟祝賀呢位長太假設咯。我哋嘅新武鄉嘅永慶沙基法通中心，我祝賀呢位長太假設，張偉峰嚟搶哦。太假早，客家娘安早，安好，心情安好啊！客家電視台庫克雙菜祝賀兩位搶色咯！好啊，我要去啊，什麼嘢哦？安子先，客家娘，你好，一個新婦啊我介紹買個好色嘅本顏色。鵝肉。鵝肉。會買有鵝肉啊？鵝肉啊，天冷檬，那個番薯黃肉的，很甜。只有新武鄉前嘅前報啊，嚟到新武天才時代就會鵝肉啦。我一個幾輪番薯，幾輪係呢番薯呢？阿先莫想嘅啦，現在運行出開種開要緊啊！大家好，我係庫克雙菜嘅阿仙。今年要肯定庫克餐車春宴舞嘅呢，唔係騙人，係萬人，就係佢台北來嘅太廚師，分享林建龍先生阿龍師。大家好，嘿，各位鄉親大家好。日擺彈弓搶到5星級嘅台北太飯店嘅主廚阿龍師來為大家出菜喲。阿龍師，是唔知你來到哪位嘛？新屋。新武哦，新武嘅觀眾朋友啊，動熱情咯。比如第一個，有幾熱情好冇？來一個愛的鼓勵，預備備，來！你看，熱情了，太熱情了。對，跟住我有一個新武嘅市場哈，我有老人問過誒，那他們有給我一些熱情的推薦。大家老實講，係乜東西第一名呢？鵝肉是不是？難怪傳說中的，我這個在網絡上也看到很多，也很多，對不對？對。老師介紹，還有乜嘅青好食咧？番薯。哦，地瓜，硬去到嘅新武嘅市場啊，是。嘅上前檔話講到，就係鵝肉第一名，係咪？過來就係有嘅番薯地瓜。哦，地瓜。個地瓜哈，其實像雞卵用誒，像雞蛋一樣。但這兩樣食材你沒有問題吧？大致上應該沒有問題啦。佢好上看好用誒來做好食的客家料理，跟愛就來一請的兩項食材。大家再給我一個愛的鼓勵哈！庫克上菜，那我走了。好。新武鄉我嘅養生呀當法塔，亦享有南台市白新武嘅稱號。特別係用本地土鵝誒提出來嘅新鵝種係清楚本呀，又在當口口感當好。佢比阿仙而且有52年養成經驗嘅陳祖梅太哥，也就來去看看啦哦。陳太哥，好喏。點妹哦。哎呦，按大做追就按點嘛。好啊。陳太哥啊，跟我知道吼，新武粒片啊。新武粒片，青有乜個第一名嘅乜個東西？是鵝肉。nhà cái ổ nhiều thế nhở?因為了我啊，就都拿到了2013年嘅神農獎，所以說大家，歡迎都了位咯。係啊，今日行啊有一個事情想我拜託你啦。今日嘅台北來嘅阿龍師啊，來到新武了，我做好了一場太假師吧。
该冇問題。係啊，就要拿一些鵝肉做啊。係鵝肉就最好嘅。最好嘅，嘅做得啦嗬。做得冇問題。冇問題。好。嘅來看看咯，也就係唔曉嘅嚇。哦，你係嘅。也識我誒。將出些。哦，將出些3月咧。啊，3月天天就按胎啊。係。喲，一看起來就唔看像雞就動西藏咩嗬。哦，你我較睇。係我較睇，嘅嘅冇限樣咯。跟我老人聽書嘛。好啊。哦，嘅嚟嚟拿。你曉得會嘛？我曉得啦。阿姐，那個劇啊，較細膩啲喂，一條小鴨子啊，是個陳太哥因為當年嘅心血，就用傳統嘅土鵝誒，讓外來嘅帕羅麥鵝交配出來嘅新品種呢。陳太哥為到品質啦，連品種都會自家來幾張愛心呢。哦，你看先拿夫誒吧，按唔定，是都唔低爆啊哈。你看像個雞啊哈，當將出世啊，就按細像鉗頭一樣誒，那鵝就按太窄。不係鵝就比較太型嘅。同嘅混血有關係嗎？混血的哈，混血的像我們這個品種的雜交就最有最好，那個肉質什麼都肉質都好，那個肉質都好，長得體型也好，抗病也比較強。哦，真的抵抗力也比較好哦。對對。哇，口出暗斗哦。就因為鵝肉嘅品質當優了，唔想問中間商剝削，陳太哥堅持此散此銷，還個分期管理。阿賢，今日去監聽下愛有名嘅西門鵝肉，所以有幾讚咩？陳太哥，我哋嗬嘅向我當辛苦，哦，係我非常辛苦嘅。嘅唔怕，唔是講。係啊。嘅向我誒搞本啊，你指導我哈，看我樣向，我樣會。咁咪就換來做啲養我嘅廠長。好啊，唔講好啊。好來，攝影師退，我哋哦。跟我誒，我是按到哦，真件那解誒，100就200多哦。啊，跟佢要是按到哦，跟我怎麼上了按胎啊？怎麼上咯？怎麼上咯？怎麼有怎麼好食？好難啊啲嘅，唔怕開眼。哦，係啊。奶油雞肉嘅喲。奶好啊。哎呦，我奶好哦。哦，奶。來哦。對啦，會來啊。哦，會來哦。好嘅。哎呦，我要扶唔切咯。唔怕，慢慢來。唔怕哦。誒，要等下。哦，喺佢電台。你看佢過來啊，來食咯。係咩嚟啊？係咩喎？我聽嘛。會喲。哦，係啊。所以我是非常辛苦的。係啊，跟我看下嗬，跟我啊不講嚟呢。係啊，我講上婚姻。叫樣個神咯。係啊，嗰是。哦，我叫按叫。嗰是個所以讓我挑戰認識的人，識事來讓人好。哦，按呢。唔好強講。哦，唔看啊，太看細看咯。哎呦，阿賢，唔向我嘅係一參樣呢，看來也好意思喊我。唔過啊，向我真係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啦。陳太哥佢自家調皮飼料、牧草、龍行、挑餅、包雪，無路同我先亂拍車，就為到本鵝肉嘅品質好行得好。有一個驚喜啊，從來沒有看過的。從來沒有看過的。對。嘛個 surprise 咯。哎呀，等下就抵咧。等下就抵咧。哦，你看到啊？也是個。我媽上喺咯，哎呀！哇，很太了不，做得名冇？做得人呢？哇，好寶貝哦！你看一按太了的鵝卵啊，就唔是看過哦。哎呀，這營養價值很高呢。對，非常營養，尤其那卵蛋黃啊，蛋黃低膽固醇的。一下還沒鵝卵排出嘅季節，故所一條啊，是咩按簡單到哪一度嘅哦？哎，阿賢，你用看一個鵝媽媽冇注意到，讓鵝卵全部拿槍槍嘅呢？來到鵝場那邊嘅傳堂，冇想到陳太哥連年下嘅調味啊都照顧到誒，各種鵝肉料理啊，全部係當有名嘅好美食呢。阿良師一下幫唔接受了。鵝肉加多，阿良師，再來咧。你看。唔愛嘅鵝肉啊，都切好咧。哦，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哎，跟見邊日入鵝肉，我用嚟做咯。花雕酒你聽過沒有？花雕、酒香，
来烧这个土鹅。哦，发雕酒烧鹅肉。前半夜，阿良师就用得足嘅鹅肉，还有香喷喷嘅花雕酒，特别客家人当时用到嘅香料、肉桂粉，还有长椒嘅蒜头，老太家做一項當茶飯嘅好料理。哎呦，但常用想嘅，我就知道當上人生呢。我们先把鹅肉腌一下。哦，鹽膏哈。对，我们就用酱油2湯匙吧。2湯匙嘅頭油。对。還有呢？还有，这个是肉桂粉。一般通常都是可以买到现成，然后我们大概就是1匙。1匙。对，然后我们稍微给它腌一下。哇，你來 pecan 啊，有肉桂粉。很香。哦，要當香，媽媽要啲哦嗬，像係少呀鵝肉啊哈，咩都得用呀肉桂粉，一中藥行請它研磨一些，对，就做得嘞。其實哦，一般的傳統嘅客家料理哦，東少是都有用肉桂粉的呢。很少哦。東少。好。今天你就來試看啦，阿良師呀，有乜咁？我們這個就先醃個10分鐘。醃10分鐘。我這邊來處理蔬菜，你這邊幫我負責剝蒜頭。對。冇問題。cái蒜頭要變咧，係咧攰啲好好我要整顆的。我記得上次我們都有教過，對不對？有。我們這個紅蔥頭哦，也是一樣。攰啲嘅哦。對。哦，cái米頭要當香哦。不一樣哦，把那些頭尾。cái葱粒蒜頭差唔多幾多粒呢？大概給我準備個20粒吧。哦，20粒。cái紅蔥頭呢？差不多，大概因為紅蔥頭它是比較大，是，所以我大概10幾粒就夠了。阿良師，是。既然用，我想要用呀，花雕酒來做呀鵝肉呢。你說花雕酒，其實一般我們很少用，一般都用紹興。對啊。花雕它的酒比較味道比較重嘛，哈。對，比較濃，但是它沒有像紹興那麼酸。哦，它會帶一點甜味。對。好，那個瓊軒，我們大概這個量差不多了。嘿。好，那這邊就是我開始來做其他的配料啊。好。青椒的部分，去頭去尾。對，那甜椒也是一樣的處理方法嗎？甜椒我今天，有一部分我是有點比較想說，有什麼創新呢？對，因為我想說，冇 Q 樣放在上面哦，我們用一種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方式。個太薄啊！對，一塊阿姨，你看，要色啦，很香哦。來，我們重頭戲就要下了，你看有沒有聞到香氣？一下就出來了，對，一下就出來。它那個熱度馬上就把那個香氣提起來，而且瞬間就是讓鵝肉可以馬上吸回去。甜椒我今天，有一部分我是有點比較想說，有什麼創新呢？對，因為我想說，冇 Q 樣放在上面哦，我們用一種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方式哦。讓它整個在色澤上面有沒有？這樣矮對哈，好可愛哦！也沒懂成 Mickey Mouse， 就要聲音就不懂好啦哈。卡通都出來了啊！嘿，卡通都出來了。還有芹菜哦。哦，芹菜。對，這邊我們請瓊軒可以幫我挑一些香菜。好，超一般的就做得了哈。對，這邊基本上我們的材料都備好，我這邊就準備要開始。開火。對。當然，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先把這個蒜跟蔥頭的部分，先稍微油炸一下，讓它那個香氣呈現出來。對，我們蒜頭下去大概炒哦，炒一下，大概我們就可以紅蔥頭也可以放了。哦，紅蔥頭一路做得嚟哈。對，一起，我們就大概一起炒，到後面的時候，我們再把鵝肉。古時候你講用咩炒到將人哋要變色就做得嚟。哎，金黃的。有哦，煙有屁豆嘛，個蒜頭啊，飆一下就凍香啊，很香哦。哦，差不多變色嘞。變色了。變色之後呢，我們先把這個撈出來，因為我們再來就是要炒那個鵝肉。鵝肉。哦，一下就鵝肉。對，這是我們剛剛醃過的。嘿。我們就是也不用什麼油，鍋子裡面。那個魚油。對，魚油它本身脂肪就很多。哇，那個鵝嘅皮啊，鵝皮。對。哦。那皮豆那片，那個香氣進來哦。你知道這個什麼季節吃鵝最好？
冬天。哎，果然。哎咩？是。嘿呀，因为吼，加个牛肉就是动营养啦，动补的啦。对。像鸭用咩黑啊？哎，对。哦，鸭肉也是。没错没错。冬天一般他们会把这个脂肪有没有？对。会把它算是等于是把它储藏起来，所以它的鸭是最肥跟鹅最肥。我们尽量可以大火，大火就是让它有点煸的感觉，煸就是把那些肉的香气把它憋出来，对，煸出来，油也憋出来，对。是鹅它的那个营养价值或经济价值是懂狗啊，懂胎。哦，它全身上下连它的毛，加羽毛啊，就做的羊毛，就做的用羽绒衣嘛，羽绒衣。哦，首先这个鹅肉就已经开始成一点焦黄。对，你看个太薄啊。对。一口下去，你看，一定要夹比对起来看看，你看。颜色很漂亮，小心小心。要色啦，你看很姜哦，就按那细细的辣辣的那样。没错没错，来，我们开始。一片。重头戏就要下了哦。重头戏要下了。花雕酒先呛。哦。来，而且哦，顾名思义，花雕酒我们的量就要很多。哦，就懂得哦。我们主要等一下，我像起火这样，锅边会让它基本上它酒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是希望它呛的过程里面，就是让它的一个香气，好不好？跑到鹅肉里面去，然后我们再准备水，你看有没有闻到香气？一下就出来了，对，一下就出来了。它那个热度马上就把那个香气提起来，而且瞬间就是让鹅肉可以马上吸回去了。哦，跟牛肉啊，就是 keep 到加个把雕酒啦。对。哦啊，你还要用火，然后给让那个酒精可以挥发。再来一些水，水大概2，91。哦，我记起来哦，水有2碗，跟酒啊就1碗。对。来，我们再调个味，来，蚝油，然后用一点砂糖。这个菜它是可以偏甜一点甜啊，我们大概给个1匙可以了。1汤匙嘅糖，啊，你嘅蚝油差唔多可以幾多嘛？我们给1大匙。1大匙。可以。我们刚刚还有事先准备起来的这个，可以下锅了。哦，嘅蒜头。对，蒜头。对，这个我们让它稍微收一下，收一下之后，我们再把它转到这个砂锅。啊，你看跟牛肉在那个锅里面跳动的感觉真好啊！而且它这个红烧哦，就是说闻到那种开胃，就很想配1碗饭。而且哦，我为什么今天挑选这个砂锅？第一个就是因为你的食材到砂锅里面，它可以保温。哦，加个香气都得要保存着。来，琼姐，你看，这个完全成那种焦黄的颜色，有没有？有。而且这个感觉上就是很有胃口那种。哎呦，莫讲来啦，台花哦，摄影大哥全部都讲准备的呢。他们在发抖是不是？没有，你的手指头已经准备好要夹了。我们这边再一点点油哦。我先把这个。哦，青椒、甜椒先炒一下，炒一下哈，让它有香气，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鹅肉就做点勾耶，对，倒过去。哦，有没有听到声音？哦，在砂锅里面，好香哦。那香，我们再给它一点花雕酒。没错，而且你就顺着那个。锅子边，对，让它整个那种香气哦。你汤头给上，它闷闷的呢，飙吧。没错，把盖子盖起来了。盖呢，差不多几久呢？3分钟。哦，3分钟就好。对，让它那个蔬菜跟鹅肉全部可以融合在一起。没错。趁这时间了哈。来，你懂辛苦啊？是，懂幸福，没懂幸福。佮啊吼，乡亲啊吼，佮陈大哥，带好料诶，我来帮你试看啦。陈大哥，那个熊猫诶，主人，对，要慰劳你的。哦，真的太好了。对，分享陈太哥。卤鹅蛋。哦，卤鹅蛋。卤的哦，牛卵。
阿亮是你有看过吗？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哇，要还有乜嘅呀？韭菜鹅肠、葱炒韭菜。哦，鹅肠炒韭菜。哦，这个非常爽口哦。对，这个。跟含有料係乜嘅？那个三杯鹅手5色嘛。三杯鹅哎。哦，5色嘛。嗱，唔看，要3杯哦。3杯。香，好香。留嘅特別咧，嗰種冇香樣哦。比鴨舌的還要大啊。加個牛咩凍到，非常香，凍香。哦，原來是切入鵝卵，不太敢食可能。我哋等下咩不向前食可能哈。哦，呀，鵝卵，切好咧，來，原來。對。阿亮師，你自己也來，趕快來吃吃看。對，我真的還沒吃過，這個味道非常好，很香，很過味啊。很過味，而且啊，這按你一般啊，都比吃一粒還營養。對。還有陳太高特別老鄉親加水嘅老鵝卵，還有傳統杜香嘅快脆鵝腸、老三比鵝三嘛，都會鄉親是強強嘅啦。阿亮師，人嘅好料誒，應該準備上菜嘅嗬。阿亮師，你小鵝用用誒。好了。好了嗎？好了。那 BB 看，香嗎？哦，所有嘅味道啊，全部都鵝肉地位度咯。對啊。鄉親哦，點唔出了。來，我們這邊把它。哦，要最後誒。對，就把它排在上面。排在上面，跟很多鹹米海嘛。沒錯，因為它甜椒其實這個都可以生吃的。哦，然後芹菜。對。來，我們把它全部增加它的香氣哈。對。加個口感啊，吃起來好不懂多層啊。然後再最後這個香菜之後呢，我們稍微再擺在上面。對，擺在上面，我們再蓋一下。好味吧？哎呦，太嘎，來倒數5秒，5、4、3、2、1，好，上菜。來。哦，要開鍋嘍！哇，好香哦！有批豆嗎？有批豆嗎？有批豆。阿亮師，這樣呢，稍微要拌一下，是不是？基本上我們就是稍微拌一下。哦。有看到嗎？盛況空前。啊，看唔到米哦，排隊排好長哦。謝謝。不會。哦，謝謝。快一碗，對不對？感恩啊！哎呦，還有沒有？有。啊！哇，弟弟食到很歡喜。來，哎，這有色糕的冇？曼也有色糕哎，色到樣哎。哎呀，弟弟，又是你。哎哦，很高興，好什麼？有色糕啊，你冇？好吃。有色糕啊，好吃啦。等後些了。你好後些。很脆，也很香，又很脆又很香哦，這麼厲害哦，很有嚼勁。讚的鵝肉，個做出來個讚的師傅就會。哦，讚。哦，讚。阿亮師。對。哦，你看，要太敢吃到很見底啦。這個還有一點湯汁啦。我就覺得好攪翻天天哦。嘿嘿，阿些咪係唔同咗阿媽冇食到，其實日香菜冇一難啦，所以好不容易做哦，你冇卡未食得到哦。電視機面前嘅鄉親朋友，我注意下播嘅鋪子哦。首先要用花雕椒、香油、老肉桂粉、老鵝肉60分鐘。等你過程就做得老蒜頭、鳳松頭先爆香，用純豆嘅油老滷過嘅鵝肉炒到表面金黃色，倒啲嘅花雕椒來煸一下，再落啲嘅水、糖、老調油膏過後，容易將泡好嘅蒜頭煮3分鐘。一樣時準備砂鍋來拌炒長隻位、鳳隻位，過老鵝肉凍入砂鍋煮開走水啲位就完成嘞。哇！你看個鄉親啊，食到津津有味。是。阿亮師，你行有準備嘛個呢？要菜名的嘛個菜名？我們叫芋香哦，這個是芋頭，芋香、杏菇、杏鮑菇。嘿。對。哦。然後去聞這個土鵝。烏哦，杏鮑菇。對。聞鵝肉。上一項鵝肉料理，鄉親有冇食得爛呢？實阿亮師愛發揮創意，用烏
很薄骨、鲜嫩，再加上阿良师自家准备嘅秘密武器来煮菜，听讲啊，实在会本人将找到南洋嘅感觉呢。天才吃食看闹。阿良师，是，我有发现吼，你看个下背啊，相亲，佢咩装呢？紫色的、口色的吧？挥挥手。对。我让你摸一下，怎么会穿跟我一样的颜色？都是一样紫色。我来就问一下，那你继续切菜。没问题。走。按讲的小阿姐，吼，做啲介绍一下冇？你有冇做安尼衫裤？也有人衫去咩？有人衫去。因为今日有客家片台来。你亲有演咩？分享啊，就出去啦，吼。跟我有听讲吼，你也得拜年啦，吼，就会煮菜哦，不老人家食系冇？你要按好呢。因为老人家按多些，你就这样讲，尽量我留佢照顾照顾其實就會煮好食的喲，吼，拜六拜年就有哈，你拜年。禮拜年。禮拜年還會送便當，去不老人家食，很好哦，我老公拍拍手，好棒哦，謝謝你們哈，安子先，好，謝謝。跟我爺來看，阿良師爺切到兩瓣。等，我來試了哈。有肚雞嘅吼，條話食唔辣咩？好，阿良師。哎呦，一下切到2瓣啊！已经差不多喽。差不多诶嘿。对。跟我一下做的老用天数嘛，该喏。我们先炸芋头。也不诶嘿。对，琼轩，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这个芋头的部分哦，我们必须都先炸过才去做料理？唔对。真的吗？唔对。OK，我要开始拿出我的法宝出来。我看看，还哪个秘密武器？啊？绝对是有加分的效果。真的。对。而且为什么要最后下？我还要保留它香味，不让它挥发掉。我试个味道，2瓣，好吃，真的。自己说好吃吧。我告诉你哦，因为最主要是芋头本身是淀粉。那你如果直接下锅子去煮哦，在水里面它就已经溶解了。给木袋温的出火辣啦，对，会焦焦的。对，所以我们先把它炸过，让它的表皮等于有一个保护膜。然后你在焖煮的过程里面，它就不会说这么快就散掉。这样我们会发甜啦。对。中午会同样诶，就会让你一堆一堆啦哈。如果说一般说你要吃那种像芋泥的部分。我们就会用蒸的一种烹调方式，就跟这个我们要葱段，也是斜切，那恰恰那切。对。那我们这个杏鲍菇也要炸，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就可以下来了。因为呀鸡腿骨啊哈，佢要开夹啦，鸡皮骨要开夹。这个菇的也是很耐炸的，而且个香味一下就出来耶。对，那我们也不用说炸到完全100%，大概有80%，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跟那个鹅肉。对还要闻啦哈。对，还要跟它闻来。脆哦。其实鸭妹做的吃啦哈。可以啊。现在就可以这样吃。有人也是沾着糖就可以吃了。我们要先开始把那个鹅肉，我们一样先煸炒过。先煸过啦哈。对。主要是我们要把这个鹅有没有它的油。中央我先捞给煸出来啦。爆出来，然后呢，鹅油又可以带那个香气，然后吃的时候又不会感觉到那么肥。那一般也有人用油炸，那油炸我是觉得它就会过油，对，它的油一样会含在里面。反正用这种有点干煸的那种方式就纯粹都是鹅油会出来，跟鹅牛又清厚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爆香跟蒜先下。呀，差不多哦，给鹅牛啊吼变到差不多，安尼旺旺的。给葱姜嘛，老蒜头就做在冰下去嘞，对，姜下来炒姜下。然后呢，我等下还会再我有带了一个应该是算是秘密武器的一个秘密武器。现在我还不先拿出来，因为等一下。对。60要不卖关子啊哈，我给大家惊喜，我给大家 surprise， 后哦等看哦。来，我们现在放那个。我们事先熬的这个高汤，对，然后来我们的鲜奶，像师傅就会冇香用，跟爱煮色啦吼，我只就会
是讲啊，一罐啊就倒下去。不过太厨师、太师傅就冇强用，结果一碗一碗，看个量啦。来，再给我们一碗。哦，还能够一碗。头下就会2碗嘅高汤啦，吼。你还有添一碗嘅牛呢。有跟你讲个秘密武器都带到那一时哦，还没有。对，现在这是 last door 就对了。对。哇，杀手锏没有那么轻易让我看到了哈。哦，滚嘞滚嘞滚嘞。刚开始就让它大火滚。哇，一道料理哦，就头下嘅都有完全冇强用诶，嘅米丝啊吼，嘅皮豆。闻到。喂，有，老嘅发条酒就冇强款呢。对，它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蛮下饭的。像这个哦，一般如果说我们不直接烧，我们可以汤多一点，还可以当火锅。哦，有哦，这是酸麻嘅锅呢？牛奶锅。对对对。哎呦啊，刘师。是。一个哔哔啵啵呢。对，我们就让它可以开始小火了。哦。让它收一下。第一个就是也不要让它的芋头整个都散掉。所以我们随时要注意。要注意芋头的变化。对对，就是说你在。看芋头，哎呦，有软的呢。对，已经软了，它其实已经软了。来，琼琼，我们开始准备调味。哦，盐嘛该。盐跟糖就好了。糖哎。那我们是给1匙半，盐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就1匙就好了。所以如果你本身口味可以喜欢吃甜一点，大概2汤匙也没有关系。哎，我要开始拿出我的法宝出来了。哦，超好，我就唔记得咧，还有呀秘密武器个。那看看还嘛个秘密武器？这个是椰浆。啊？椰浆椰浆。对。呀，没有牛奶呢，嘿，呀，它又有椰浆。所以咯，你看哦，这个椰浆它绝对是有加分的效果。而且为什么要最后下？嘿，我还要保留它椰浆的一个香味，不让它挥发掉。这本来叫做牛牛哎，哦，那加上这个椰浆，它那个浓稠度更多更高。最主要还是香气。哦，来，我们现在真的是哎，椰浆跟那个乌味真的是好朋友。没错没错。来，我们这个把葱也可以加进来。哦，我们的葱最后要下去了。对，你看我们椰浆下来，我们差不多要起锅，因为椰浆它其实不太耐煮，而且它的香气哦，很快就随着这些烟蒸汽就挥发掉。我试个味道就可以了。用白。好吃。真的。自己说好吃吧，真的好吃。主要它那个芋头的那个也都溶解在这个汤汁里面。葱最后下也是一样哦，就是保留它的一个清脆。哇，要塞含姜哦。我们这边还要撒那个香菜。哦，做最后的装饰。对，因为香菜是绿色的嘛，感觉我们这边就可以邀请那个乡亲。是呛来了。哎呦，太子呀！哦，讲到说了，走天咧，走天。久等，来，是看啊。哦，哎呀，乌味啊，哎，老汉堡骨，还有羊鹅肉，哎，是看啊哦。头下天都冇食到，要多食2杯啊哈。是不敢听。哦，那个酱汁，啊，当补哦，当补哈。来，你看食到牛板，食到牛哎，我讲哦。好吃，赞。好吃还有嘛该？5星级的厨师做出来真的厉害。跟有食到嘛该香米嘛？有味。哦，有味。还有鲜奶是吗？鲜奶。很好吃。冇吃过安尼啦哈，没有吃过吧？阿良师阿妹料理，也好乌味汉堡骨混鹅肉，这个做法美无一难哦。首先啦，乌味用油泡到8分熟，过浓热汉堡骨变到金黄色过后，就做得流起来咧。过捞鹅肉炒到7分熟，浓热蒜头姜麻去爆香，再过浓热皮汤鲜嫩。过捞泡好嘅乌味汉堡骨，用入去捞鹅肉向下煮3分钟，前面倒入椰浆就完成咧。这台2项阿良师嘅料理啊，还蛮结束个。阿姐，你嘅鸡卵番薯还得等呢，吃来去呀。我来个，哎，下架电视台啦，来，好嘞，来个很好啊，很好。
我阿先。好。哎，你好，你好。给太哥，那看到叶番薯叶的啊吼，用老阿师那个番薯叶无不用啊。你啊，迄芹椒的。迄叶的。你迄芹椒的，来洗咧番薯叶迄染料的。嘿呀。伊迄该管好除。哦。来较细。种俩叶的就不煮的色啦，嘿哦。温煮的是做肥。做肥。用着。给安尼啊，俺用我看到讲那时候脏哦，我用会看得出。你也是半爱，你也会差不多要150日。啊，要半年呢。150。差不多5个月啦。150日。俺做得看到嘅番薯吗？做得。哦，叫娘爱看哦。葱爱切，爱囤咧来番薯。爱葱你爱菜。是2塔连就做得。我是2塔连就做得。半年。好啊。慢回工。哦，俺唔是这样啊。哦，客气哦。番薯做得讲起皮太家太嘅好朋友，但我阿贤啊，俺喜欢啲番薯甜红嘅样诶。不过庞太哥讲，要新木嘅奶肉吼，算系较硬嘅，啲番薯吼，较适合啲沙子嘅奶后来做。做乜嘅庞太哥还做得种出又太亮又好食嘅鸡卵番薯呢？做番薯睇落个就挑下。哦，一挑个出来系来做嘢呢，是只见爸爸妈妈。哦，要见爸妈，要见客啊！见爸爸妈妈种番薯，用番薯天。哎呦，我有看到哟，也系么？该番薯挑。OK，番薯挑，安尼唔系就做得嘞嘿。做得。没有先，先也要出来看看啊。我讲买，咩买？哦，用买。你系用拐啊拐，用拐刀机。哦。要番薯按用一碰水是。哦。要番薯当水条看到啊哈。看到嘞。你要番薯按到盖乱网丝。你是按照水条番薯籽两音哈，我按照用线是去番薯去那个变相变，那个浪动几条两用音。哎呦，我看像有啲味道安尼，像有嫩哦，系啊，有看到冇？有那个牛奶乳汁诶，番薯嫩。我看见啲味做得，哦，我啲看见啲味道，我有看到像安尼，像乱网诶色安尼网网系冇？但是你啊水条冇松。我讲啊吼，这个没有你讲惯，我后辈咪系安尼天啊吼，大家就安尼控番薯啊，就安尼种嘅番薯，传统的番薯冻好食哦。你敢信吗？安尼生诶。哎呀，一爆雷美金让活，因为没有细菌。做得食咧。对了，你敢信啊？你食半卡？啊，伊是温看啊，刷滚。刷滚。我无聊片啊！哦，我无。哎呦，唔怕啦，而家就客家人怕嘛喏，客家人咩？好做得做得。你是看有样么？哎，你看正经呢，家啲背读安尼啊，像乱网用的啊。哦，啊，一色含浆哦，又含个含卵啊，个沙沙的。然后地瓜跟番薯啊，就安尼松松的，哇，那口感真是按斗哦。好吃吗？好好吃。哦，甜度很高呢，樟脑豆吼，安尼切切啊吼，安尼刷刷刷，每项嘅食到安尼。粉粉呢，系啊，又好食咯，冬天。阿贤，莫说呛呛啦，唔记得我老番薯带咗去杯阿良师做料理嘅嘿。庞太哥讲，番薯有丰富嘅维生素、红萝卜素、老矿物质，所以有一天，唔过啊，营养料唔系讲糖果，系当营养嘅食物咯。你看啊，太哥嘅茶匙啊过来，一粒粒番薯哦，就短跳出来啦。你看啊，很多哦。哎呦，也全部都做得大专业哈。做得。哦。做得大几多？全部都大专业。哦，该有副菜嘛。嘿嘿，给太哥，像我去超市看到嘅番薯啊，那一台一台啊吼，给我用喺汤咯，用喺看真好嘅咯。你啊台条嘅番薯既好甜好硬，嘿，要是煮盘。哦，要煮盘。六片捞盘。嘿嘿。番薯本身。安尼台台挑嘅，安尼较好食嘿。台台挑係好，啲都好甜，但是啲肉啲番薯好硬。哦，安尼細細挑嘅咯。啲好胖。幾較胖啊，啲擺度安尼鬆鬆啊，係啊。原來番薯太細粒，咪會影響食起來嘅口感哦。要本大家調好到嘅嗬。阿賢，
家家老太狗天数，老野出来嘅番薯撞到态度吼，就做得带着伊本阿良师来做料理了。阿良师，哎，我觉得，哎呦，看哦，今天你的主角对，番薯，哟，还有嘢嘛嘅？虾子，哦，下工哦。对，我用呀番薯老嘅下工做嘛个菜啊。哎，我们今天哦，这个绝对你想不到一个结合哦，我们用这个所谓的一个cheese，对，我们就是地瓜，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地瓜cheese焗虾球。哦，cheese，番薯焗虾球。对对对。哦，这个很创新的料理哦。很创新哦。细细世界挺好食嘅烤番薯，都为阿良师嘅厨房，竟然变做亚行出嘅主角呢！大批炒下盐、含卵黄、捞70分，会变出乜嘅香颜色嘅好米线呢？哎，阿姐，亚行菜唔需要看认真地为好长做得咯。这边地瓜就由你这边来做去皮的动作。冇问题。好，那我这边就开始虾球啊，一般我们还是一样。去完壳之后，我们就是开背。哦，老给夹给垃圾，老给拿出来。开背的话，一般也都是开到1/2，你绝对不要开到底，因为它整个虾球会那个裂开。你看我们这边虾球已经处理好了。哦，你看一般虾球我们就是这样，大概开对，大概1/2多一点点哦。嗯，它是没有完全透过去的。哦，这种的切团啊，对，当你断的时候，它就卷两边了。哦，就变成羊角。哎，对，有点，对，哎，这个形容好。来，我们这边开始准备调味。哦，呀，一些些嘞，对，少许就做的。太白粉就可以1匙。哦，今日做得用嘅蛋白来做嘛？一般对海鲜、虾子我们都用蛋白来做一个腌制的处理。我们这边地瓜也要先来做一个处理，因为我这边除了地瓜这个我还要地瓜泥。冲凉哦，要做切片。还要切片。哦，要就冇芎用，全部就冇大宋哦，你要喊到整个。我们地瓜可以稍微有切一点厚度的大概0.5公分。这边，这边量差不多了。哦，冲安尼就差不多诶，安尼量。对。1碗，要水差不多滚咯。我们这边就是甜椒，那我们要整个菜的呈现就完成色香味嘛，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要有一些摆盘造型、颜色。对，你看其实很简单，一般我们切三角形，就这样而已，有没有？哦，对，切到安尼三角形的。嘅青菜我先烫嘛该喏，嘅花菜含迄火兰头。我们先烫花菜，先烫花椰菜。对，烫完花椰菜呢？那我们用一点点热水，有没有？泡那个青豆仁就可以。就过一下热水。过一下热就好。然后这边我们烫完这个花椰菜之后呢，我们就来烫虾球。也就是说，你的菜烫完，把它捞起来，再来烫虾球，就不用再花2次的那个时间。我今天有特别准备的那个cheese粉。哦。cheese粉压下就要下去就嘿。比如因为现在热，热基本上你下cheese粉，马上那个cheese就会黏 Q 哈。因为一般有人还是对cheese粉不是那么的接受的话，它这个还可以把那个味道给降低。地瓜应该也好了吧？还有来看看。哇，黄橙橙，黄色。漂亮。然后我们这边就加一点油油我不要太多这边我就请琼轩帮我把这个地瓜压成泥，那个地瓜，这个温度蛮高的你看这个温度下去，我主要是要它可以酥脆这个油温大概有将近180度了。这油嘅温度这冻高的时间，这一下你看这番薯，一下就飙了。对，本身有水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它酥，就是外表是酥的我说了多菜你做的是到嘅番薯有2种嘅口感，有安尼脆脆的，也有按面、按捏，按熟、按厚实的。哇！我们这边就看到牛油2下，对， butter 落去，半块，
咸蛋黄的部分。哦，你下大家我注意哦，你下个巴特落去呀吼，你下个火我关它，因为那锅很热没吼。你知道等一下咸蛋黄哦，它一炒之后，它开始会起泡。哦。对，那起泡呢，大概我们就可以关小火，因为它其实那个也会容易焦，是不是？容易焦，而且最主要，我们要去它的腥味，大概起完泡泡就差不多了。一点点水。对，一点点水。你喊停哦。还要吗？可以。好。差不多。对，地瓜泥来。地瓜泥来。好，可以。另一个主角。对。虾球。拌好的虾球，先下去拌。哦，调下嘅啊，炒到哦，嘅火金色哦，吼，我变色火哦。来，我们慢慢。莫太辣咯。就是等于把地瓜的泥有没有？哎。让它搅拌上来，让它附着在上面。附着在上面，对。古说你番薯片没有落去用它炒，系吗？对。哇，你料理很吓人哦。然后我们再下一个青豆仁。哦，你火腩头就落去。对。哇，也是很酱哦！你看下虾球啊，哈，就红色嘞，个番薯啊就黄色嘞，火腩头又强色嘞，然后那个咸甜刚刚好，然后又还没有个含软啊，个沙沙的，然后地瓜个番薯啊，又很松松的，哇，那口感层次按多哦。好吃吗？好吃。哟，上菜哦！杨姐。好食了，来哟，吃看啊！泰国来，地瓜，虾汁，先皮看呐。百闻不如一见哦。哦，百闻不如一吃，夹了，夹片生。哎呦，太嘎，食到唔好讲法，嘿，太子来，哎呦，食太嚟哦。拿到衣服啊，我也是喊好食咯。喊好食咯。跟你知道你想要有做安尼的料理吗？唔会有想要吃看吗？做得咯。你台湾有看吗？有啊哈，汉白啊哈，你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顾客双餐。哦，好起来做不太假生，要不弄你假生。哎，感谢，谢谢，姐姐。大家没了做看哦，先拿番薯切到一皮皮的破到酥酥，纯豆的番薯整酥，添做番薯奶，配捞虾球汤酥，甜甜煨上70分。沙丁呢就捞锅嘅地方用牛油，还个咸卵煲炒到起泡，各位用番薯奶，还个用虾球捞泡好嘅番薯片炒啊，前面再用汤好嘅墙头盐。各位用法菜还个甜椒为做装饰，以后好食嘅起司地瓜焗虾球就完成嘞。身體健美嘅上好料理，係咪知道無講嘢咯？佢就夾夾甜甜人嘅腳步，來去海雜客家族，顧客上菜嘞。